以風傲長，貴絕南區，坐擁南區之最，雄踞深灣遊艇會，深灣9號。各位歡迎收睇《杏林在線》。高安氏症係一種系統性血管炎，會造成主動脈同埋相關嘅分支發炎。上集我哋講過呢個病嘅成因，今集繼續請嚟咗港大內科學系講座教授劉澤星嚟同我哋講解下呢個病嘅治療方法。劉醫生，再次歡迎你啦。好啊，咁不如都同我哋再講解一下啦，就係其實高安氏症係一個咩病，影響到病人邊方面嘅咧？其實剛剛你都講過係一個嘅主動脈嘅炎症嘅問題啦，咁係一個嘅自體免疫病啦，病人嘅免疫細胞攻擊佢哋嘅主動脈或者嘅分支，令到佢哋發炎。咁而啲分支因為我哋嘅血管係要嚟幫助帶啲養分啊、營養去唔同嘅器官咁嘅樣，咁受到影響嘅分支嘅器官就會因為缺血而係有問題啦咁樣。會唔會有啲機會係可能譬如個血管已經發炎，但係反而病人自己都未必知嘅咧？咁有好多時咧，即係不幸咧，大部分嘅高安氏脈管炎或者動脈炎嘅病人咧，都係真係已經係有咗呢個病嘅併發症，我哋先至係診斷到嘅。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檢查到病人嘅血管有冇發炎咧？因為呢個病係主要影響後生嘅女士，而好多時咧，佢哋初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嘅，譬如血壓高啊咁嘅現象。如果我哋睇到有一位後生嘅女士血壓高，我哋應該要諗呢個病啦。如果我哋睇到一個病人經常會頭痛、血壓有問題，亦都有炎症嘅病徵嘅話，譬如好似發燒啊或者皮疹咁樣咧，亦都應該要考慮呢一類嘅病。咁亦都可以做一啲嘅血液嘅檢查嚟到睇下有冇發炎嘅現象。咁如果係真係嗰個嘅警覺性係嗰個對嗰個病嘅診斷嘅可能性係好高嘅話咧，我哋可以做一啲嘅所謂嘅造影啊，即係血管造影嚟到睇下係咪真係有發炎嘅現象。明白。咁早前咧，我哋同一名嘅患者傾過，諗睇下呢個病對佢生活有啲咩影響，我哋一齊睇下。黃翠瓊4年前被診斷出患上高安氏症，天氣轉變亦都會影響身體狀況，要靠藥物控制病情。喺好凍同埋好熱嘅情況咧，我哋嗰個血管擴張同收縮咧係比較辛苦，個人就好似呢幾日咁樣啦。天氣凍啦，唰一聲佢凍得好快嗰隻，唔係慢慢凍嗰隻咧，就兩隻腳好赤痛嘅，同埋咧個頭會開始痛嘅。當出現頭痛嘅時候，佢會盡量放鬆心情，有需要嘅時候就要食止痛藥。喺平時生活上，飲食亦都要好小心。因為咧嗱，熱天你避免唔到就係飲凍嘢，但係盡量咧就唔好飲咁多凍嘢嚇。咁另外就係話蝦蟹嗰啲即係容易令到自己發炎嘅嘢咧，就少食啦，盡量減低發炎嗰個情況發生。由於普遍市民對呢個病嘅認識唔多，黃翠瓊成立咗病人互助小組，亦都製作咗光碟，希望加深市民對呢個病嘅了解。佢深信有病亦都可以好好生活，而一名護士嘅一番安慰説話，亦令佢堅持落去。佢嗰晚同我傾偈，佢即係同佢鼓勵翻我，又話即係你而家佢哋醫院嘅醫生會幫我。你放心啦，即係已經揾到咩原因啊，各方面嘅嘢。佢話你自己要堅強啲，企翻起身。你第日仲有一條好長嘅路要去幫人。咁我覺得係講得好有道理。我要學以致用。咁究竟而家呢個病有冇得根治嘅咧？呢個病我哋根治咧，即係話食完一次藥，咁跟住以後都唔再翻發嘅話咧，暫時就係未有嘅。但係我哋係可以將個病係控制。咁剛剛講話最主要個病個免疫細胞令到個血管發炎啦。咁我哋有幾層嘅方面去到治療啦。首先就係即係用一啲嘅抑制免疫細胞嘅藥物啦，譬如好似類固醇咁嘅樣，佢嘅效果會好快嘅，好快就將個免疫細胞嘅活躍性係減低，同埋將個炎性咧係降低。長遠嚟講咧，我哋都會用一啲嘅抑制免疫嘅藥嚟到控制住個病人嘅
過分活躍嘅免疫細胞，令到佢哋嘅血管唔再發炎。咁除咗話食藥之外咧，有冇話需要做手術呢一啲咧？因為高安氏綜合症咧，會令到嗰個血管發炎，個血管壁咧就慢慢會有某一啲地方可能會脆弱咗，脆弱咗咧就可能會有產生呢個嘅好似個氣球咁嘅樣，會大咗出嚟啦。咁嗰啲咁嘅情形咧，好多時有陣時我哋就會需要我哋嘅血管外科醫生咧係幫我哋手啦，就係補翻嗰個脆弱咗血管壁咁樣樣。佢好似已經見到個案嘅情況啦，咁佢就係話已經生塞咗啦，就冇得再去醫治咁樣樣。其實點解會出現到呢一個情況？譬如我哋平時有得話，譬如搭橋啊、通波仔呢啲，其實可唔可以用咧？我諗亦都係睇下邊一條血管受到影響啦。咁有某一啲嘅血管，如果我哋真係可以搭得到嘅，我哋嘅血管外科醫生亦都會做得到嘅。我諗啊，黃女士嗰度就因為主要喺個頸嗰度係即係喺個手術嗰方面咧，係會有啲一程度嘅困難啦。咁有冇啲咩方法可以啲病人可以防止，譬如可以減低呢個復發機會咧？我諗最主要就係真係要我哋控制住個病人嘅免疫細胞同埋佢哋嘅活躍性啦。咁一定要當然係定期翻嚟覆診。咁我哋可以驗到佢個身體嘅炎症嘅程度有幾高，我哋係及早將嗰個藥物嚟到控制嗰個病啦。咁另外嘅就係即係呢個病長遠亦都會影響病人嘅血壓啊，令到佢會高啊。咁我哋亦都應該係要喺呢一方面着手嘅，要控制住佢哋嘅血壓，唔好有產生血壓高嘅其他嘅併發症。咁真係唔該晒劉醫生咧，同我哋1連2集講解咗高安氏症呢個病㗎，唔該晒你。好，到呢度咧，我哋今集節目時間就夠啦，我哋下集再見，拜拜。觀眾有任何醫學問題，歡迎寄信嚟灣仔電訊大廈3樓，或者電郵至 medicine@nownews24.com。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只在 Now Sports。美林認股證牛熊證團隊分析市場資訊精闢獨到，每日為你提供投資焦點，讓你重點出擊。美林論證焦點，逢港股交易日上午10點58分同下午2點12分，333 Now 財經台播出。卓越公正，美林論證。維港盛世，咫尺之間，比鄰石澳海岸，淺水灣、深水灣、深灣9號，以風傲長，貴絕南區，坐擁南區之最，雄踞深灣遊艇會，深灣9號。信安強積金，專業專心，信安。流動網絡嘅無限數據任用，未必帶嚟無限流暢。PCCW Mobile 自強光纖網絡，打通流動數據及近萬個 WiFi 熱點，流暢穩定，交替使用，生生不息，俾你玩盡智能手機所有功能，成為真正強者。流動無極 ，Only PCCW Mobile。感受無極力量，轉台免月費6個月全民盡享，全新 Samsung 4G 手機現貨發售，即打28881888。各位歡迎收睇呢節新聞，先睇下今日嘅新聞重點。
陳光誠仍然喺北京嘅醫院。美國國務院確認陳光誠想同屋企人離國，羅家輝就否認陳光誠係受到威嚇先至離開美國大使館。外國傳媒報道，美國外交人員上個月底接收陳光誠嘅時候，曾經被中方保安人員跟蹤，美方人員要擺脱追蹤，先至將陳光誠帶到使館。No nation can or should deny those rights. 中美第4輪戰略與經濟對話喺北京揭幕，希拉里致辭時冇提及陳光誠嘅事件，而胡錦濤就話中美應該發展新型大國關係。本台記者舊年喺麗港城採訪李克強，被警員阻撓拍攝，投訴成立，建議向2個警員作出紀律覆核。由於不足法定人數已經達15分鐘，按照議事規則，我哋必須宣布休會。立法會審議議席出缺安排嘅修訂草案，但係因為出席人數不足而流會。各位，詳細新聞內容。內地知名維權律師陳光誠仍然喺北京朝陽醫院留醫，而美國國務